社龙界竞选总部22号伫北区海岸路逢甲举行，现场画出30年头一届轮替，南营大咖也纷纷前来助讲，营造团结氛围。甚至连无党籍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也到场相听。咱龙界兄，伊要达成到伊的愿望，假扮咱这乡亲时代小少小撮，一定要做伙徛出来。你一票，我一票，甲咱相听，甲咱斗做伙，甲咱相牵成，互咱龙界成为咱心目中的愿望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安尼好无？好。除了党外好朋友赞声，就连足久无看马前总统以及韩国瑜也拢特别出席来替谢龙介邮票。看到这么多人站出来支持我们的谢龙介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觉得他也值得大家这样支持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大家都知道，龙介兄啊，为人清廉，忠于国家，忠于家庭。他一向有一个苦民之苦的同理心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政治的语言唯真不破。一个政治人物遇到什么现象，看到人民的痛苦，看到不公不义，还是真正讲出来，这就是真。龙介的真，熟悉人一定拢知。龙介的真。整个台南市选区也好，所有台南的乡亲，甚至海外的很多华侨，谈到谢龙这3个字，大概拢是竖大拇指。谢龙介表示，真侪人甲伊讲台南足硬，伊无机会，但伊看到大家热情，有信心会当将市中市市府讨回来，予广大市民。真侪人甲我讲你压力真大，我要甲恁报告。所有的压力，我拢甲化作我成长的营养分。这个城市所疼惜这个政府30年，我甲恁报告，已经烂去啊！应肥无效啦，一定要换新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人甲我讲。你讲你谁那要做4党就好？你讲阮予你4党，你要阮怀念40党，阮希望你做8党呢。我要甲大家报告，会晓做的大家经营，袂晓做的大家苦造情。龙界啊，4党都我都做出8党的成绩。选战进入最后1个月，哪里双方拢用尽全力。争取更侪选民支持，谁会当得到民众上大的支持，就等待10月26号正式揭幕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